没有旅行就开心，想到什么？没有了，就你们都没有常常开心吗？想到考100分就开心啊，想到什么？我没有听到，勇敢大声。想到耶稣就开心。想到耶稣的开心，阿门啊！好，这个你抓到人生的福气啊，要行出来。好，除了想到以外，你要做出来，你会更开心。开心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代表你心里所在意的东西。想到什么你就开心呢？啊，那显示出你内心。你看哦，有的人想到什么？电脑，想到手机，想到自己即将拿到的学位，传到在3年前，每次醒来想到我要来迦南教会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就是很奇妙，因为我知道我活着好像就为了这个，这是我量身定做，我等了快，不能讲，我是永远的18岁，真的用笔的啊，我活了这样子，就为了这时候，我怎么能不开心？所以就显示出你内心最深的渴望跟需求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内心最深的需要跟渴望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你现在还觉得不满足，那么你就是还没有得着那个。你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，那么你就要再追寻，说主啊，我好像还不是在这个路上。在传道叮咛里面，连续几周会再讲有关梦想的事情。梦想是一般人听得懂的话，但是传道要更多说，神在你心意中放下量身为你定做的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那个任务。也当然会给你只有你有的这个祝福恩赐，好好去发现。当然，神不会说叮，透过先知告诉你不，神要你怎样探索，跟他一起探索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一步一步的神带领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讲是说你想到什么就开心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神的题目说，上帝想到你就开心。可见这位上帝是怎样？他有一个渴望跟需求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经文里面？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，有几个爱？每一个经节里面，好，这边有讲哦，321，232是什么？我们来看那个经文，不理我哈，你有在哦，把爱给你。这里。对不起，爱应该不是这样哈，爱不是这样。好，你看每一个经节里面有几个爱？我们看第7节里面有几个爱？数一下。3个。几个？3。第2节有几个爱？2个。再接下来有几个爱？1个。再接下来呢？2个。又跳掉了。接下来就是3、2、1、2、3、2，在这一段短短的几节里面，神不断的表明他就是这样，爱。神已经在这里表达他最渴望需求的。人在最关键的时候做的选择，可以显现你这个主体。你的属性，跟你所在意、你渴望跟你需求的，譬如有的人一想到钞票就开心，那么他的主体就是这样，需求是 money。可是钱怎么可以让人开心呢？这个开心恐怕不是最终的，不是终极的。在传道叮咛里面有讲到阿信，他说那个梦想。是真的是终极的吗？连他都会去想。我相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也会去想，什么才是我们终极的梦想，什么才是我们终极的渴望跟需求，那就是神要你去完成的。我们今天的经文不断，上帝在讲爱，就是上帝的主体本身就是爱。他怎么爱？他是透过他的创造显示他的爱，所以他创造他所爱的。在创世纪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说神爱我们，他创造亚当跟夏娃，他创造他所爱的，就是他定义要爱。
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失败，有人错误，有人失败，但是神仍然爱我们吗？仍然真正的爱我们吗？还在意我们吗？答案是什么 ？Yes， 谁说的 ？Yes， 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无条件爱我们，因为他创造我们，他无时无刻想到我们他就开心，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用他的主权来爱他所爱的。如果你问说，为什么在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中，上帝却只爱你，而且只拯救你，让你坐在这里？我本来跟上帝都没有关系，但我今天坐在这里，因为我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坐在这里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只有一个字，什么字？什么字？爱。因为上帝就是爱。上帝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爱你，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。或许你觉得我都听不懂，我为什么坐在这里？没关系，神仍然爱你。或许你说我做错很多事情，我很多的错误，很多的失败，神仍然爱你，因为他爱他所创造的。神自然选召我们，他就是定义要爱我们，而且这位神是怎样？是信实，他定义永远来爱我们的。我们来看，神爱我们，可是我们人会犯错，会犯错以后，他怎么样子来挽回我们？怎么样来接受我们？怎么样子来接纳我们？不论我们如何，他都爱我们，但是他会教导我们如何来生活，如何按照他的方式来活在这世上。当我们有错时，他会管教。必要的时候，他甚至于怎样让我们归正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，他都来爱我们。因为上帝他是爱，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。或许你会逃避神的爱，或许因为你没有在上帝的标准中，你觉得亏欠，你觉得心中有愧疚，所以你不敢被神爱。但是神仍然会爱你。神怎么爱你呢？神怎么爱你？神当然就是会寻找你。基督教不是人找神的宗教，而是神找人。你或许你的身边的人拒绝上帝，他就是不要，但是神会找你。我们从创世纪就会发现，亚当跟夏娃得罪神以后，他们怎样？有没有去找上帝？亚当夏娃，我们看创世纪第3章，回去你可以看，他们没有他们干嘛？躲起来了。你做错事情，你还会去找你爸爸妈妈的？举手，我给你敬礼。这就是人，我们怎样会躲起来？所以亚当夏娃他也躲起来。那神怎么做？主动去找，而且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亲爱大家，你在哪里？神就找你。神说，他定义要爱你，他就找你，而且他寻找你。他在你的门外叩门。他会不会强行踹门进去？会不会？不会，因为他尊重你。你看那个图。耶稣在外面敲门，请问那个门有没有？耶稣那个面相有没有手把？你注意看那个图，有没有手把？没有啊。哪里有手把？里面的才有手把，代表你里面必须要开门。神邀请你，神要爱你，神已经在叩门，甚至于你自己的家人、你的父母，神叩门，你传福音给他。但是他就是不要，怎么办？有人说祷告，因为他真的祷告很多年了。如果不要怎么办？你心里很着急，怎么办？神会去找你，神会去追。充满爱的上帝，他一直在找人，而且他持续在问你在哪里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神一直都在找人。直到今日，一直到末世，
神一直在问我们的问题是：你在哪里？甚至在你的门外。就从这启示录讲，他不断的在找你，找你干什么？不是找你麻烦，不是找茬哦，是要邀请你，要怎样进到你里面，要怎样与他同乐，要与他一起坐席，一起享受在生命中的美好。芝加哥有一个大学，我们赞成他包大学，不是包大人了哈。他每一年都会开一门课，叫做信心神学的课。他有一个学生叫汤姆，他是驻班的无神论者特别住在他班上来修课，来找茬的。这个真的是来找茬的。无论老师讲什么，他不是反对就是嗤笑，就是什么暴虐。汤姆他很讽刺问老师说，最后一节课说：“老师，你想我会不会找到神呢？”当然我没办法模仿他，因为他很吊郎当，而且头发留很长。他会不会找到神？会不会？汤姆会不会找到神？老师说，调眼镜说，汤姆你不会找到神，但我绝对相信神会找到你。这个刚才传道讲。你最爱的人，他可能会躲神，他不要，你一直祷告，他可能不要，但是好不好？你就持续不停止的祷告，好不好？感谢神，阿们。不断的，神会找到。后来发生什么事？几年之后，有人来找这个老师，就老师一看是汤姆，而且汤姆已经头发都掉光。为什么掉光？因为他得癌症，那时候他才30几岁。他跟老师讲说：“老师，我要跟你讲，你对我错。因为我得癌症的时候，治疗当中，我也不屑在找神。可是当我在复发的时候，濒临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开始愿意要去找神。可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你们有没有过这个经验？怎么找都找不到神的，有吗？传道有传道你讲迄些，你拄则不是讲上帝要找我，我今摆要找伊，伊来帮我找，是安尼掠牛走边吗？是。汤姆要找神的时候就找不到，他甚至于最后放弃了。他不想再找神了。当他放弃的隔一天，他想到老师讲的话。我们一起读老师讲的话好吗？请。人最大的悲哀，就是活了一辈子，却没有活在爱里。还有一件同样可悲的事情，就是活了一辈子，直到离开世界，都没有告诉自己所爱的人，说自己爱他们。他记住这个老师只讲这句话。他虽然自己没办法活在爱里，很悲伤，很悲哀，但是他至少还一件事可以做，他要告诉他所爱的人说，自己很爱他。于是他就决定回去他的家乡。一敲门，他爸爸来应门。他爸爸你回来了，然后把报纸又遮了。他很久没有跟他爸爸讲话，他决定说：“爸，干嘛讲？爸爸，我爱你。”他爸爸的报纸掉下去，然后呢，抱住他儿子，至少他没有遗憾，他没有遗憾。在那一刻，上帝透过他爸爸抱他，他的弟弟、他的妈妈抱他，他被神找到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
如果你有家人或你自己，感觉好像没有找到神，祷告神，你的家人真的祷告神，神会找他。你只要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，你只要做到不断为他祷告，时候到，让他心软，让他能够怎样接受神，让神来找他。所以我们归纳一下，神是爱。我们说传道，你说的这么多爱，那神有多少的爱？传道要简单讲，神有什么？创造我们的爱，神有供应我们的爱，对吧？神还有什么？赦罪、赦免我们、拯救我们的爱，对不对？神还有什么爱？寻找我们，不断不放弃我们的爱，对吗？还有什么爱？最后一个，我一定要讲，这是我的老师所领受，神有审判的爱。你说传道这算什么爱？你一定要听。很多人传基督教是这样说，说你如果不相信上帝，你会怎样？你会下地狱吧？哦，这样听起来这个上帝哪是爱啊？你告诉我啊，你这么爱吧，你不选我，你就咒诅人家下地狱吗？那上帝你是算哪根葱的爱？亲爱的大家，我们解读错了好不好？传道一定要讲，虽然只剩2分钟。上帝真的爱，而且上帝有审判的爱。说起来你们觉得很奇怪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，如果没有说清楚，我们还是可以再说。上帝就是一直在追你，我们刚刚有讲，一直爱你，你的爸爸妈妈，你最爱的，你的亲人，他不愿意接受上帝，但是上帝还是追他，还是爱他，那他会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很痛苦？他是不是没地方躲？因为所有的大地，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什么？神的爱吗？请问他躲到哪里去？他就不要，我就不要，他没地方躲，他就很慌乱，不要躲，因为到处都是神的爱，那怎么办？上帝爱他，怎么爱他？上帝总要找一个地方让他去吧。既然你都选择不要我爱，而这全世界宇宙都充满爱，你没有地方去怎么办？神真的就是爱你，只好让你有一个地方让你去。那个地方是什么？那个地方是什么？那个地方是什么？地狱。所以地狱里面有没有爱啊？没有爱。但是神爱你，因为你没地方去，总不能让你在那边飘吧？也是孤儿啊，孤儿的灵啊。神让你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叫地狱。所以神绝对不是说你不信我，投你下地狱，不是这个，绝对不是。神有一种爱，就是审判的爱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这传道今天一定要讲。如果你的家人还没信主，或许你的朋友还没信主，他就死了，还是有盼望，因为你在地狱里面，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办法跟神同在，但是神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再来的时候，还有机会让那些已经睡的人有机会选择，再得着永生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神是爱的神。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。